100年前嘅香港原來係咁。如果你返到100年前嘅香港，第一個感覺可能會係好唔同。當時嘅香港遠遠未係今日呢個高樓林立嘅城市，街道冇咁闊，樓冇咁高，大部分建築都係2、3層。市區集中喺港島北岸同九龍半島，其他地方多數係農地、山同漁村。生活方式亦好唔同，好多人係手作業、工廠工作，冇冷氣、冇升降機，日常生活要靠體力。交通主要靠步行、電車同渡輪。不過當時嘅香港已經好國際化，碼頭有來自唔同國家嘅船隻，街上可以聽到唔同語言。中西文化已經開始交織，只係規模未及今日。100年前嘅香港唔豪華，但好有生命力。正正因為嗰段時期打落基礎，香港先可以喺之後快速成長。